观音不错，地州高中的上秀表，咱南海、火龙山、佛顶山、惠州城市观音不错，由于尊前、火龙、秀表这北顺邮件46张香，孝敬大正，回答下马都来安坐大正。 大天尊，我就是观音菩萨，地州高中天上圣表，南海普陀山、佛顶山、惠州城市观音菩萨，这类尊前天海年也这个北顺46堂香，孝敬大正，邮政皇帝回答这个下马安坐大正。 来这个中国把火龙山支上来，加上四大轮船，当来一九为温市当时咱先爱上高中天上圣表，南海普陀寺佛顶山，也就是惠济县市观音菩萨，这里尊神当来邮件回答呢，安坐大吉，优惠旺盛，带来予咱地方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我个丰收，陆续好事兴旺，带来保佑予咱种落下，何必中种信道，种委员，地主心理，地地好好，享受将在将来进步好。